学日语用中，Google Play 商店搜寻日本语能力试验，然后准备下载 APP。这个就是 Play 商店 ，Google Play 商店，这个可以搜寻。正常的话，按下去是可以搜寻的。刚刚有下载那个日本语，学日本语的那个 APP 啊，本来是从这边按下去就可以搜寻日本语能力试验哦，按搜寻，结果出现好多可以下载的手机APP 程式软体，已经下载好了，从这个程式库进去。这里这个就是日文的学习的日文学习的 APP， 点开就是像这个样子，点开是这个样子，按下一页，按下一页，这个上一页，练习问题。哦，你看项目这么多种，学文法学，内容理解，内容丰富，用手机来帮助学习日语，到 Google Play 商店。好，